點解會冇晒人㗎？成架車空嘅，點解開唔到門啊？晚安，呢度係麥羅莎嘅巴糖。呢座城市最致命嘅唔係惡意，而係你以為自己啱嗰一秒。我瞓到半路彈起身，先發現成架巴士得我一個停咗喺隧道。我想開到車門出去，就發現鎖住咗。我開手機想拍低嚟投訴，突然到後鏡嗰邊一塔白光喺車尾閃過，跟住冇咗。車裏面嘅燈光忽明忽暗，我心諗唔對路，一定要走。我嘗試推開車頂口，爬出去。我由車頂爬落地，腳一軟就瞓咗喺地下。突然間，引擎開咗，車頭慢慢喐，我先見到嗰個三角警示牌。嗰塔白光其實係司機件反光背心，佢啱啱落車擺個指示牌，依家返嚟再開車。我想要起身，但我喺車頭正前方最黑嗰個盲點。其實我唔應該落車啊！如果你想知道多啲第七分局嘅故事，留言話我知。你最驚嗰秒會點做？第七分局，緝靈女子組，好評連載中。